是不同先先来关心总统大选剩41天，三个政党的总统参选人当咧拼九票，国民党的侯友宜、民进党的赖清德下晡拢踮伫咧中台湾造势，真有互相拼场的意思。那侯友宜是批评民进党抹黑，伊是支持一国两制，伊伫现场是搁一摆反对一国两制的制度。那赖清德是点名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府，大量捷运的经费大量增加的问题。那落尾的民众党大问题是靠说拿力量党。支持者热情发口号，前行政长苏贞昌嘛到场相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初二拍绿箭，早起先到平湖取票，下晡到台中替党籍立委参选人张廖万坚徛台。暗过嘛点名台中市政府应该要讲好清楚中间马线经费是安怎增加遐尼济？比1615亿，加600几亿，加60几%啦。而且路线阁改变，唔是。民进党政府无要支持，咱嘛希望台中市政府好好啊来说明，这种种的问题要安怎来克服。赖小培全国竞总初三要伫台北成立，包括总统蔡英文、行政长陈建仁拢会出席，要拼团结胜选。支持者人机啊小挺，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嘛出来徛台。国民党侯友宜早起接伫台北成员党籍立委参选人齐卡心，下晡就到彰化。甲赖清德伫中台湾拼场的意思真重，也搁再攻击民进党。连你的保释性招待你都唔知吗？连你的委员亲中你都唔知吗？这些代志你都不爱讲，绝对的权利就绝对的腐败。换侯友宜成立新的特侦组，一家一家甲搬出来。侯友宜甲中华乡亲保证，连做当选半年来一定会来中华，替中华解决建设卡关的问题。台湾的选择。民众党郭文铁伫上北替党籍立委参选人有关声势，不过初郭文铁提起民众党财务正案，外界放弃目前财务敢有法度动到预定的8场造势活动。郭文铁是讲，民众党的财务一直拢离破产林啊。其实他民众党从头到尾都濒临破产边缘，选举不一定要像国民党、民进党那种选举方式。我相信大家也不是那种游览车载来的啦，发2个便当啦，还要看看是不是双主菜便当啦。郭文铁一定初三到台中替党籍立委参选人蔡碧如徛台，不过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拢会伫伊到位进前离开。外界解套若被合示范区有淡薄仔解药，郭文铁是讲大家方便就好，袂故意去互人歹做。记者综合报道。